香港一個沿海城市，一直以嚟都沿海發展、沿海成長，而我哋踏足嘅地方，亦有可能係填海造地所得。香港填海工程早於1842年開始，累計造地超過7000公頃，佔發展土地面積1/4，容納超過200萬人口。100多年嘅海岸線變化，背後有不同嘅工程支撐，造就香港成為國際海港城市。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佔據一個重要位置。數據連接順唔順利啊？一切正常。多波速測深儀同埋激光掃描儀嘅數據，而家傳送緊去我嘅數據庫。依家建立相關地帶沿岸空間數據庫。我哋測量船嘅多波速測深儀係負責測量水底地形，而激光掃描儀就負責測量近岸地形。而你而家見到嘅呢套綜合系統，就係將佢哋嘅數據合二為一，組成3維點雲數據。收到，咁我下載資料之後，就可以協助 CEDD 工程師維修大約110個航標、超過130公里嘅海堤、防波堤，同埋超過320個碼頭同埋登岸設施等海事設施。出現數據異常警告。我哋收集嘅數據應該冇錯㗎喎，不如你用儀器掃描多次，之後再比對數據，睇下邊度出錯。東涌新嘅發展區係填海填翻嚟嘅，以前係海嚟啦，而家填咗出嚟啦。咁而家就睇到咧，就好多新嘅樓起緊，嗰度就新嘅發展區。舊嗰度咧，你睇到個海駁咧，其實就分別到啦。舊嗰個咧見到係垂直嘅，新嗰個就斜嘅，咁所以就睇到新舊分別。其實舊嗰個都係填出嚟嘅。回溯90年代，政府宣布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決定以填海興建新機場，以及發展東涌為新市鎮，直至2003年完成最後一期填海。但東涌發展仲未完結。我係喺2008年啦，去到呢個2010年呢段時間咧，就係香港及離島拓展處嗰陣時，我做處長啦。嗰陣時咧就係講緊就東涌嘅舊市鎮，就已經係到發展就已經去到差唔多個極限嘅啦，都係11萬到咁多人口啦。咁但係我哋東涌未發展完噶嘛，市中心嗰邊咧，個東邊咧其實係可以再擴展嘅。當然即係立法會啊，又或當區嘅居民咧，都會係擔心佢做填海噃咁樣，佢對環境影響係點㗎？但係其實如果你講到發展咧，唔論你啲咩發展嘅模式啊，你都係唔翻得轉頭㗎啦。咁最緊要對個環境嘅影響係可以控制咯，咁同埋減到最少咯。我個參與就係話啊，點樣做好個填海嘅計劃。呢次填海工程規模浩大，計劃開拓大約130公頃土地，預計新增約12萬人口，係土木工程拓展處成立之後首個填海造地嘅新市鎮擴展計劃。所以團隊應用數碼科技提升生產力，成立創新中心，推動智慧工地發展。而面對發展同生態保育爭議，團隊採用咗嶄新嘅環保填海方法，成為首個應用呢項技術嘅公務工程項目。香港嘅海床一般有一層好鬆軟嘅海泥，相對於傳統嘅填海方法，會先挖走呢陣好鬆軟嘅海泥，然後回填沙石。但由於挖掘嘅過程會影響水質同埋生態，所以我哋近年引入深層水泥拌合法，大大減少水中懸浮粒子嘅產生。
降低對附近水質同環境生態嘅影響。深層水泥拌合白嘅原理係利用機械將水泥漿混合海泥，然後形成水泥拌合柱。透過喺海泥層重複建造水泥拌合柱，令海床於短時間內加固，去承托海堤同填海物料，有效咁樣加快工程進度同埋控制沉降。東涌東填海喺2017年12月開展，原定於2023年7月完成，最後於2023年1月完成，比原定工期快超過半年。另外，東涌東填海都有唔少可持續發展嘅元素，例如循環再用公眾填料作填海，實現平衡發展同環境保護。控制室同事，我見到架車上疑似有啲木板啊、鐵枝嘅不合適物料，請問係咪可以做抽查？安排佢去抽查站咧，將啲物料倒出嚟，檢查下睇下入邊咧符唔符合我哋即係接收嗰個嘅準則。好，收到。將軍澳第137區填料庫管理公眾填料，而公眾填料係指建築工程拆建時所產生嘅惰性物料，譬如石塊、泥土、瓦礫、混凝土、磚、瓦等等。所以每一架運泥車登記之後，要檢查物料符合準則，先可以駛入填料庫。經過咗呢個接收設施之後咧，其實佢就會按分類咧去到我哋固定嘅石泥台咧，去到傾瀉嘅物料啦。我哋嗰個固定石泥台咧，其實仲有另一個名嘅，咁就叫過崖台啦咁樣。咁咧，如果你係喺一個比較遠啲嘅地方咧，去到望呢個台嘅時候咧，其實佢好似一隻牙咁樣嘅。每一隻牙咧，其實都講緊就係話，俾一架車輛咧可以駛到去嗰個位置，然之後去到傾瀉嗰個物料咧落去我哋嗰個收集嘅位置度啦。我哋嘅承建商咧，其實佢哋就會有一啲嘅挖泥機，俗稱咧就係呢啲雞頭啦咁樣。咁咧去到幫手咧，去到將一啲嘅堅硬嘅物料咧，去到分揀同埋篩選出嚟。咁我哋呢個填料庫正正就係有一個緩衝同埋支援嘅角色。咁就一嚟接收，二嚟就係儲存同埋留待俾日後呢一啲嘅即係有用嘅工程咧，佢哋去到重用呢啲物料嘅。而為咗減低對附近居民可能造成嘅影響，佢哋亦採取各項緩解措施，例如加設霧化灑水系統，避免泥塵飛揚，同埋喺運泥車離開嘅時候設置全身式洗車設施，減少帶走沙塵機會。同樣，佢哋亦都引進數碼工程監督以及智慧工地安全系統，保障工人安全，提升填料庫監管效率。每一日咧睇住呢一啲過千架運泥車咧，其實出入我哋嘅填料庫咧，我哋嘅團隊咧，彷彿都有一啲使命感咧，就係要為呢一啲被丟棄嘅物料咧，尋找佢哋嘅第二生命。咁呢一啲公眾填料咧係唔會腐爛分解嘅，所以咧都適合用喺一啲填海或者係土地平整工程入邊咧，去到做重用咁樣嘅。中央37填料庫入邊咧，我哋都設有一啲嘅夾石機咁樣嘅，咁就可以將啲頭先提過堅硬嘅物料咧，就夾碎，然之後咧變做一啲沙咁樣嘅大細啦咁樣。咁呢啲我哋俗稱為機製沙咁樣。咁呢啲機製沙咧，其實就可以咧用喺一啲填海工程入邊嘅沙墊層咁樣，就令至到呢啲填海工程咧盡早咧去到吸納我哋公眾填料啦，同埋咧減少佢哋輸入天然沙嘅一啲嘅需要嘅，達至到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同事咧，喺填海呢個環節咧，其實佢哋用一個用心同埋虛心嘅態度嚟到去做。就係令到佢哋咧可以尊重呢個海洋生態，同時咧虛心去學習點樣令到海洋生態受嘅影響最少，甚至乎有啲情況咧，填完海可以對個海洋生態咧提升都得嘅。我見到隻大額蟹咯，頭先咁佢因為見到我咧，佢就即刻匿埋咗啦。其實好容易發現㗎，譬如你嗱呢度有一隻啦。我哋而家見到嘅係位於東涌東填海區嘅人工海堤，有別於傳統垂直嘅人工海堤，不利海洋生物棲息。呢度反而每一步可能會有新發現，所以被稱之為生態海岸線，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嘅新嘗試。而喺團隊反覆試驗同埋改良之後，最終設計咗全港首條生態海岸線，全長約3.8公里。因應地理環境、潮汐等等嘅因素，設置咗3款不同設計，
改善香港人造海岸嘅海洋生態系統。咁依家喺我身處嘅地方咧，就係叫岩石生態海岸線啦。咁大家見到就係呢啲高高低低、凹凹凸凸、表面唔係好粗糙嘅嗰啲生態磚啦，佢就可以俾一啲藻類依附喺上面生長啦。咁有藻類嘅生長嘅時候咧，其他海洋生物咧就會嚟食佢啦，因為藻類係一啲食糧嚟嘅。咁到最終雀仔啊，或者啲魚仔啊，咁樣都會喺嗰啲潮汐池嗰度出現嘅。嗱，最主要我哋定呢一個岩石生態海岸線時候要評估啲咩咧？就係話佢本身嗰個潮汐咧，我哋希望佢水退嘅時候，嗰啲海水咧就會停留咗喺一啲生態磚嗰個空間入邊，咁令到其他海洋生物咧可以暫時棲息，同埋即係避開嗰個太陽咯。直立式生態海岸線咧就主要會放喺啲受海浪衝擊嘅位置多啲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有啲生態方塊咧黐咗喺獅窩嘅表面啦，同埋最主要咧佢會有一啲就係孔洞啊，有一啲45度角嘅，咁裏邊可以聚到水啦，同埋遮到陰啦。睇我左手邊咧就係紅樹林生態海岸線啦。咁咧大家見到咧，我哋設置紅樹林生態海岸線咧係喺一個位置就係較少受海浪衝擊嘅。咁咧同埋咧，你見到我哋會就係加咗啲擋浪磚啦，防止一啲浪咧沖走我哋嘅泥啦。咁而家你眼見咧，其實呢啲咧就係我哋啲紅樹嘅品種啦。咁包括有白骨漾啦，同埋水筆仔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學嘅團隊嘅同事咧就出嚟我哋岩石生態海岸線嘅現場咧，就做一啲生態嘅調查嘅。包括會睇翻究竟會唔會多咗物種啦，或者嗰度究竟嗰啲物種嗰個密度係去到邊啦。不過最主要都係其實睇翻嗰個生物會唔會即係有啲轉變，或者多咗少咗。我哋擺咗呢個正方形嘅框框，即係我哋叫 quadra 啦。咁我哋會喺入邊記錄揾到嘅所有嘅動物啦，包括佢哋嘅數量啊、物種咁樣。其實咧，東涌生態海岸線呢度咧嘅生物咧係非常之多嘅，所以我哋有啲物種我哋都要攞翻實驗室先至可以確定究竟佢哋係一啲咩嘅生物。好開心啦！今次都可以同土木工程拓展署有一個合作啦，咁就令到生態海岸線嘅研究咧可以真係發揮到作用，融入到喺佢哋嘅實質嘅建設入邊，咁就為生態海岸線咧都帶嚟一個好好嘅發展。傳統嘅海堤亦都講啦，係一條人造嘅海堤啦。咁我哋呢個咧其實引入咗一個有生命嘅海堤呢個元素喺入邊嘅。咁咩叫何謂有生命咧？嗱，大家見到我身後邊嗰啲紅樹咧，就知道咩叫有生命啦。咁其實我哋都錄得開始都有30多種嘅海洋生物咧，遷移咗入嚟喺度聚居㗎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即係話我哋呢一個發展同埋保育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和諧共存咯。喺團隊嘅努力下，東涌東填海及前期工程獲得多個獎項，甚至得到國際認同，證明佢哋喺進行填海工程方面嘅專業。回顧過去，香港填海有超過180年嘅歷史，造地超過7000公頃，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嘅前身，即係土木工程署同埋拓展署，早已參與其中。憑住豐富經驗，部門喺2004年合併成立之後，繼續完成一個又一個填海計劃，同時喺填海所得嘅土地上進行不同工程，建設一個可持續嘅宜居城市。填海造地咧，其實同香港嘅發展咧係分唔開嘅。點解咁講咧？嗱，我哋現在金融中心係喺灣仔、中環、西九龍。嗱，呢啲嘅地方咧，大部分嘅土地係填出嚟嘅。我哋新市鎮、沙田、屯門、將軍澳，大片嘅土地都係透過填海得返嚟。其實填海咧唔應該視為一個即係太負面嘅方法，剩返落嚟嘅就係如何填得更好。其實技術嗰方面唔係太困難嘅，好似頭先講，其實我已經做咗好多啦。啊，當然對水流啊、對生態啊係需要做評估嘅，因為做工程都唔係淨係哇睇住計數咁簡單嘅，一定要係同個環境咧要相配合啦。The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我哋工程師同香港嘅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嘅。香港有發展，但係香港有工程師去幫手做發展。當然香港發展唔係淨係工程啦，
但係工程一個好重要嘅基石。Hello，你啱啱去咗邊度啊？我哋啱啱已經用無人機同無人測量船收入咗南丫島北角碼頭一帶嘅數據，我轉頭會傳送去呢個 cloud 度㗎啦。無人測量船，但係我哋啱啱搭嗰架測量船唔係走咗啦咩？無人測量船喺呢度啊！因為傳統嘅載人測量船唔適合喺非常淺水嘅地方工作，咁所以我哋會用到無人測量船去幫手，去收集翻河床同埋海床嘅水深數據。係啊，另外我哋都會用無人機飛到碼頭嘅上方影相，咁樣俾測量人員咧清楚睇到碼頭上蓋嘅情況，咁從而咧令到呢個檢查工作更加安全、更加有效咁樣進行。咦，你啱啱其實去咗邊啊？我去咗嗰度記錄海岸邊嘅情況，發現碼頭有生態磚。原來生態海岸線唔係東涌先有，土木工程拓展處已經將佢應用喺唔同嘅海堤上面。轉頭我會過嗰邊睇埋。你真係唔識背㗎喎！佢 AI 機械嚟㗎嘛，佢唔怕攰㗎，佢怕冇電嘅啫。你過嚟坐啦。呢個碼頭有唔同嘅設施㗎，除咗有無障礙設施之外，仲有啱晒你嘅充電設施。南丫島北角碼頭係我哋改善碼頭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嘅項目。政府喺2017年推出改善碼頭計劃呢個新政策，目的係提升碼頭嘅結構安全，同時改善現有嘅設施，方便市民同埋遊客前往郊遊景點同埋自然遺產嘅。以南丫島北角碼頭為例，碼頭上邊就增添咗唔少嘅配套設施，例如係上蓋、太陽能電池板、WiFi、電子顯示板同埋飲水機等等。另外喺技術可行嘅情況下，碼頭嘅設計會加入無障礙元素，喺現時碼頭咧都係比較少見嘅。碼頭對於有咁多島嶼嘅香港嚟講，係重要嘅穿梭橋梁，亦係連接發展嘅關鍵脈搏。所以除咗南丫島北角碼頭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喺2021年亦開展咗另外10個碼頭嘅改善工程，監測工程進度、質素，同時亦都為其他碼頭進行研究同埋設計，喺可行同埋有需要嘅情況下，為每個碼頭各自安排更安全、方便同舒適嘅碼頭設施。如果碼頭嘅地理位置同埋實際情況合適咧，我哋會採用浮動平台嘅設計嘅。浮動平台就好似隻船咁樣浮喺水面，隨住潮汐上升或者下降嘅啫，同靠泊嘅船隻嘅船身咧大致保持同一個水平嘅，咁就可以令到有需要嘅人士咧更加安全同埋方便咁樣上落船隻啦。由於目前改善碼頭計劃涵蓋23個碼頭，所以會基於碼頭使用量、通往郊遊景點同自然遺產嘅暢達性、地區訴求等等嘅因素，而決定項目嘅優先次序。馬料水係一個通向多個熱門旅遊景點嘅主要途徑，現時有多條街渡航線喺呢度出發。所以我哋會進行馬料水改善工程。改善工程會喺碼頭附近增設一個浮動平台，嚟增加靠泊位嘅數目，用嚟應付假日龐大嘅使用量。工程亦都會喺岸邊增設上蓋、WiFi 同電子顯示板等等嘅設施，嚟便利等緊船嘅乘客。有關工程已經喺2024年年初開展，預計2025年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務。與海為伴，向海而興。喺海面見到一艘艘船載人嘅同時，另一邊亦有一艘艘巨輪載貨出入。而呢度就係佔香港約70%貨運量嘅葵青貨櫃碼頭。呢架黃色嘅船雖然佢比較細，
但佢就幫助食水較深嘅特大貨櫃船喺任何潮汐情況之下都可以進出。阿文繼續啦，用呢個速度慢慢夾啦，放晒水就夾埋倉啦。今日咧，我哋夾呢個K7、K8嘅位置啊，咁咧夾咧個水深咧-17.7米深嘅。咁記住咧，今日咧我哋淨係做到咧下晝咧4點半咧，因為有貨櫃船入嚟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定期都會喺呢啲船隻水道啦、定泊區、避風塘啦，同埋主要河流嘅出口咧，進行呢個維護性質嘅疏浚工程。喺葵青貨櫃港池內咧，進行呢個大型疏浚工程，都極具挑戰性嘅。呢個葵青貨櫃港池咧就非常繁忙啦，咁啊面積又受限，咁啊而且咧船期咧就多變。咁啊喺呢個唔影響貨櫃船進出啦，咁又要維持咧海港安全嘅情況下啦，我哋喺呢個疏浚工程前同工程進行期間，就會同咧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同埋配合，咁啊可以定出咧合適嘅施工方案。保護環境措施咧就包括咧採用密封式爪斗挖泥船啦。最主要就係咧，將個爪斗放落海床咧，夾啲海泥上嚟，跟住咧，我哋就會將個爪斗咧就定住喺個水面，等啲海水盡量卸走晒，冇咁多水分時候咧，我哋先會將佢夾落去我哋挖泥船嘅船艙裏邊咯。咁啊，裝設呢啲隔離屏幕啦，等佢冇咁容易影響到側邊嗰啲水質。承建商咧就會定時咧喺呢個施工範圍一帶咧嘅水質監察站咧採驗呢個海水樣板。咁啊，如果發現水質有明顯嘅惡化情況咧，疏浚工程咧就會立即暫停啦，並作出改善。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疏浚工程就確保進港航道提供足夠水深，俾行走國際航線嘅特大貨櫃船進出碼頭，令香港航運業持續發展。雖然大海帶嚟海洋經濟，但同時大海嘅力量亦深不可測。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風暴對海事設施造成若干程度嘅破壞。以將軍澳海濱公園為例，呢度受到巨浪衝擊，部分欄杆同地磚損毀。土木工程拓展署為減低越堤浪，即係拍打上岸嘅浪，對沿岸居民同設施造成嘅威脅，喺岸邊加建咗大約600米長、1.1米高嘅防浪牆，牆身向海嗰邊以弧形設計，可以提升擋浪效能。同時，我哋特別喺牆腳位置預留去水位，進一步提升呢度發生極端天氣情況之後嘅復原能力。為咗加強沿岸地區抵抗極端天氣同氣候變化嘅能力，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喺2021年嘅年底完成沿岸災害研究，研究識別出較高風險嘅沿岸低窪同當風住宅地區，制定改善工程。喺工程範疇以外，部門亦會盡一分力，協助社會盡快復常。山竹對於香港個破壞力咧，係大家都記得㗎啦。我嗰陣時都仲要求一啲，譬如話你喺東涌呢度嘅，你幫我手喺嗰個地盤嘅範圍以外去做一啲善後嘅工作。2016年去到2018年我做處長咧，其實大嶼山都係跟住我嘅。北發展、南保育同埋發展同埋呢個保育並重呢啲我哋嘅概念咧，全部喺2017年嗰陣時，我哋喺開始做大嶼嗰個藍圖入邊，我哋定咗嘅。咁嗰陣時我用4個字嚟形容啦：上山下鄉，唔係旅行咁樣去喎，係仲要有陣時要同附近啲即係村民咧、鄉民咧，佢哋接觸嘅，睇下佢哋諗法點樣。其實我哋未必能夠完全係體會到佢想個發展嘅方向係點啊。咁第二咧就係我哋揀填海嘅地方啦，
我哋都盡量希望能夠減少對海洋生態嘅影響嘅。原本我哋東涌西我哋都有一個填海計劃，最後面我哋諮詢咗之後咧，我哋只係維持咗喺東涌東啦。喺整個大嶼山同埋交椅洲個項目咧，其實我哋成功改變咗一樣嘢嘅，因為以前有一個講法咧，就係你發展同埋保育咧係對立嘅。我覺得我哋嗰幾年功夫咧，就令到大家都開始理解同埋明白咧，其實發展同埋保育咧未必係一定係對立。以前我哋淨係做建築嘅啫，咁但係而家其實譬如話呢個大嶼山發展咧，其實你除咗做發展項目之外咧，其實你仲有好多其他嘅範疇，要做保育啦，仲要做一啲旅遊事務有關計劃嘅。喺土木工程拓展署團隊一齊努力之下，城市同大海之間可以彼此相依，共生共榮。而未來交椅洲人工島項目計劃透過填海1000公頃，建造3個島嶼，加上策略性運輸基建，滿足香港中長期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嗱，其實成個交椅洲人工島咧，而家我哋就係即係做緊一個規劃及工程研究啦。咁啊，即係就住嗰個填海嘅工程啦，同埋將來喺交椅洲人工島上邊所有嘅基礎設施整體嘅規劃咧，同埋將來嘅建造咧，即係都係由 CDD 咧係要負責呢方面嘅工作嘅。我哋嗰個填海個設計上邊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做咗一啲情景嘅測試咧。我哋睇到下一個世紀末，其實係2150年咧，氣候變化加埋引致一啲極端天氣嗰個海平面上升，跟住喺我哋真係設計我哋嗰個填海嗰個高度嘅時候咧，已經喺呢方面咧就作出一個即係深入嘅討論同埋考慮。而三島設計充分考慮到生態、水質、海上交通同港口運作等等因素，有效應對填海對水質同生態造成嘅影響，亦配合盛行風向，減低熱島效應。下載咗咁多資料，你應該了解更多土木工程拓展署點樣平衡大海同城市發展關係。相信你眼前嘅交椅洲，亦都會喺未來發展成一個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嘅新一代核心區域。